患者心情来看到明仔载起就是2、2、8 3天小连续假期，因为武汉肺炎疫情，大家拢真紧张，拢去外口行行咧，较唔敢伫咧厝内。另外，来到东部行行游客嘛变较济，即马伫咧大东关5星级饭店订房拢差不多已经满，抑个有宜兰1级的生理cent区打卡，真侪人伫咧问。业者预估讲即个订房率有8、9成，抑个有花莲农场推设体验开行线，生理共款真热市。 有山有海有草坡啊！伫花莲的农场甲露营区，拄着连假变甲足项的房间拢客满，真侪家长拢带囡仔来遮饲动物、食物件，各游客走来体验飞行线。这边风景真的超级漂亮的，上面可以看到整个山、整个海。饭店的收水池，不管是收水还是送水清，囡仔拢算甲足欢喜的。食饭的所在位嘛足歹找的，亲自的人客真明显变多。228、2292天，我们集团的饭店也都是客满。有时候觉得多花一点点钱，住好一点的饭店，品质比较好。业者本来预估年假可能会无啥人客，是未到业绩抢滚，啊，共款生理增加嘅，各有宜兰的饭店。在住房率来讲的话，其实已经达到大概90%，大家都就是放弃出国，然后会选择想到郊区来走一走。 这阵啊，民众上惊去无通风的所在，嘛真烦恼出国会为着肺炎回来，所以就计划去东部佚佗。业者看准商机，准备要伫2、2、8年假来拼业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